舉滿了你身份，可應該滿足。情人還是知己，都擁入懷抱。同情或眼淚，讓別個得到。留低的原因，一世的秘密，其實明知只得我是愛人。仍是你們密友，呆望你們熱吻，應該開心還是痛心？能迴避嗎？我怕了，當那電燈打點着你們，來來回委曲中受難。一個我被撇低，卻又很不慣，要走的一剎又折返。能承認嗎？我故意當那電燈打他日你們，完場時入戲也不難。善良人埋藏在最壞的心眼，妄想一天你們會心會選我。